何西阿书11章第1节到11节。第1节，上主讲：以色列细汉的时，我有听伊，我有调我的囝出埃及。我若叫因，因若走开，因甲巴力献祭，对偶像烧香。我牵以法莲的手甲因行，毋过因毋知我有医好因，照顾因。我用慈悲的手，仁爱的大牵因。我对因的颔棍举开因的胆，压落去养饲因。因毋肯转来我遮，安尼因一定会阁倒转去埃及，互亚述王统治。战乱会临到因的城，毁坏因的城门，破坏因的计谋。我的子民坚决背叛我，安尼因叫天，天袂应。以法莲啊，我哪甘去杀你？以色列啊，我哪甘将你交互别人？我哪会互你亲像鸭仔，对待你亲像洗便？我的心已经改变，我的情充满怜悯。我袂发出猛烈的受气，袂阁毁灭以法莲，因为我是上帝，毋是世间人，是伫恁中间至圣的上帝。我也袂阁对恁发受气。上主会亲像狮在吼，伊的子民会跟对伊，伊一个吼，因就摇摇颤对西边赶来。因会亲像赤鸟摇摇颤对埃及飞来，亲像粉鸟对亚述赶来。我要互因住伫家己的厝，上主安尼宣布。